500萬珠海香洲嘅獨棟別墅，下沉式嘅庭院。我哋而家所處嘅位置係1樓負1層嘅位置，空間咁靚，負1層呢度都可以做一個籃球場。好，我哋首先嚟到咧就係我哋嘅客廳嘅位置啦。嗱，負1層客廳咧都有5米嘅中空，可以做會客區，非常之靚哈。房產證670平方，地面3層，地下2層哈。然之後帶有私家電梯嘅，可以直通上下噶啦，一共可以做7間房。呢邊咧仲送咗3個私家車位，係帶捲簾門嘅，可以自己嘅空間自行使用噶，非常之靚。我哋步行就可以到達中山公園，仲有體育公園噶啦，可以目送教學。返到深圳大概就係50分鐘左右嘅車程嘅啫。而家咧就嚟到我哋負1層嘅茶室，裏邊咧就係酒窖嘅位置，你睇幾靚，可以做 KTV 啊、影音室啊，仲有健身房、瑜伽室。我哋而家帶你去睇下先。中意運動嘅朋友喺屋企有咁靚嘅健身房，你中唔中意？而家500萬就可以拎包入住啦，咁靚仔嘅珠海香洲情侶樓獨棟別墅。